一般般啦。嗱 ，C 級要邊款啊 ？C 級依家有好多喎 ，C 級、E 級、S 級，奔馳嘅 GLA、GLC、GLE、GLS， 你要邊款啦？小兩介紹幾款 ，JJ 煲好多蒜頭墊底鴨情，咁咪確實係份量少啲嘅 JJ 煲嘅話，可能得個2-3兩肉咯。我琴日食個 J 田雞應該得個好細隻嘅，好奀隻嗰啲田雞，兩三隻、3、4隻啦，3、4隻啊。GLE 係咪啊 ？OK 冇問題嚇。係啊，食佢嗰個香氣，但係佛山街你有間真係好食，唔知你哋有冇去食過？就叫有記 J 煲，好香，我覺得好食過嗰個良友。良友喺嗰個桂花園嗰邊啊嘛，有記喺市場入邊噶嘛。唔知咧。好似個市場。GLE 係咪啊 ？OK 冇問題，小兩嗱呢邊個區域咧就係奔馳嘅區域，跟住有 E 級有 C 級，呢邊咧係 SUV 啊，包括咩保時捷啊、X3、X5、X7啊都有嚇。咁啊 GLE 會喺呢邊21款嘅 X3啊，但冇21款嘅 X3，有台20款嘅，暫睇下先。我睇下我睇下 X3有冇收翻嚟先嚇。有啲冇放喺展廳啊。嗱有喎，真係喎。23款嘅 M 領先耀野，23款嘅創領，跟住仲有100款嘅就係呢台。啊，你可以留個言俾我先。如果你睇23款、22款嘅，你點我小風車啦。嗱，點我小風車啦。小明同學點我小風車留言俾我先啦，好唔好？嚟，如果係 X3 嘅話，而家暫時有台性價比都好高嘅，雖然係19款啊，100款19年上牌，先行駛4萬零公里嘅呢台車17萬幾可以攞低啦。X3 嘅25 IM 運動啊，X-Drive 4驅嘅179800，仲帶哈曼卡頓音響，呢一款得唔得？呢款你睇下先啦。小兩等下，我等間轉頭介紹 GLE 俾你下。中籠嘅擺歪中呢，小明同學呢台得唔得？公里數好低嘅。係啊，公里數好少。你雖然話6年車，但係先41000公里保實標，精品車況嚇，而且仲帶哈曼卡頓音響179800。跟住嘅話，你可以留個言俾我。如果你要幾多啊？22款、23款，你留言俾我。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就得㗎啦，好唔好？嚟，仲有咩車要了解嘅各位朋友，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喎。係啊 ，GLE 依家嘅價錢都非常之香啊，很香啊，香啊。我哋3台 GLE 嚟㗎。係啊。真係我嘅脊柱好像有點側歪啊！嗱，睇呢件衫睇得出嚟，22嘅都有嚇，小明22嘅都有，22、23款都有車，好多車㗎，差幾多啊？睇車況咯，呢啲冇話一定差幾多嘅，睇你預算去到幾多。款嘅話就爭兩萬零。應該係23-24萬左右啦，22款嘅。睇咩車況咯，你留個言俾我，發資料俾你睇住先，好唔好？小明同學。點我小風車啦！嗱，點我小風車留言俾我啦！冇未報價。有啊，23款嘅有報價，23款嘅就26萬幾，耀夜版本嘅。如果22款嘅普通版本咧，應該就係23、24左右啦嚇，差唔到幾多嘅咋，因為差一個款，一個年份。嚟，各位老細，邊個要睇 GLE 嘅朋友啊 ？GLE 小兩啊，小兩老細梁總喺咪直播間？去現場有冇優惠？必須有優惠啦！唔好講有冇優惠先，你過嚟現場，我請你飲杯咖啡先，好唔好？小梁總，梁總，差唔有車，差唔有車。嗱，只要點關注嘅，留咗言俾我嘅，唔好理買唔買車，成唔成交先，你過嚟揾車飲杯咖啡，吹吹水先啦，好唔好？嚟呢台咧，我自己覺得係幾好睇嘅，因為佢嘅內籠顏色係米白色。嗱，我睇過好多車嘅米白色。但係奔馳嘅米白色咧會更加之襟身同埋襟邋遢啲，唔知點解。嗱，你試下理想嘅米白色，佢都係開一兩年就開始有少少痕跡，但係呢台車冇，真係冇，唔係開玩笑。呢款什麼價？呢款係 GLE 嚟㗎 ，GLE 嘅450 四驅時尚版23款嘅。咁呢台咧就23年3月份上牌，準新13000公里嘅車啊，精品車況，精品車況。原版原漆啊，2.56隻缸嘅大透明車衣，你睇下呢個米白色真係好好睇，哇！我覺得成台車都高檔咗，比黑色、比棕色更加之有格調啲。嗱，係啊
GLE 揀。係啊，呢台嘅話咧，15,000公里原版原漆透明車衣都有帶5星 AMG 輪毂柏林之聲音響，底聲全部都有齊晒啦嚇。呢台咧就63,800，63,800精品車況。嗱呢台就我覺得係 OK 嘅，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隔離咧有台性價比都好高，咁呢台咧就4字頭可以帶走啦。GLE 嘅話，X5都有下，X5都有下。呢台 GLE 咧就40幾萬可以攞走啦。2022年嘅1月份上牌3萬公里，不過佢係350 4驅嘅時尚版本嚇。咁啊呢台49,800，49,800未改款哦，呢個改咗款嘅，改咗款之後連屏啦。跟住柏林之聲音響啦，加熱嘅座椅電動座椅調節中籠，固定式踏板都俾到你嚇。呢台係咪呢部係咪出軌車？嚇49,800，49,800就能帶他回家。唔係俾你出軌用。先叫扶手啊，等你扶正個位啊，冇出軌啊，知唔知啊？嚟睇住我哋嘅 GLE 嘅老細，記得點個小風車啊，梁總嚇。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送主播嗎？49,800，49,800送俾主播得。你想買嚟送俾老婆得，情人得，老母都得，冇問題。你中意送邊個送邊個，好唔好？啲錢喺你手上。蚊姐收咗部俾人出軌嘅就係 GLE， 我唔知邊台喎。唔知邊台喎。嗱呢一台就再貴啲嘅。係啊，如果話 GLE 嘅話，仲有你想要更加追求性能激情啲嘅，本身咧佢嘅定位就唔係話操控各方面好勁嘅，但係呢台 AMG 咧就係可以俾到你，要優雅有優雅，要精緻有精緻，要豪華有豪華，要操控有操控嘅 GLE 53 AMG 版本嚇。2024年3月份上牌26,000公里嘅車，依家賣緊係81,800，咁啊新車落地要去到成120萬嘅，120萬嘅，意思買車送主播嗎？又邊度有得買車送主播？我都想去買。你少一隻送俾主播又得，送主播就唔得。咁多人揾我買車，咁我主播就得一個，點送法啊？今日送隻手指。一次送啊？嚇！送一隻手指。真係啊，81,800啊！唔好講埋晒啲無厘鳩頭嘅嘢嚇，依家講緊車 GLE 53 AMG 版本3.0直列6缸嘅嚇81,800，81,800嚟要睇我哋嘅乜嘢車人都好啦，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啦，好唔好 ？GLE 嘅對標車型X5啱先話老細要睇喎，仲喺咪直播間先？喺度飄個1俾我啊！我真係多鳩謝你啊！我係賣車唔係賣身啊，一次送。真係好想好奇。唉，我都好奇啊！享受時光，你真係叻豬啊你！嚟要睇邊一款車型，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啊！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啊！嗱，睇完 GLE 啦，邊個話要睇我哋嘅一個寶馬 X5嘅喺咪度？043，邊個043？啊，邊個？等我睇下先。喺咪度啊？嗱，呢台X5咧係性價比好高嘅，因為佢係其實一台運動版本嘅啫，唔係專享版，但係俾到你嘅配置比專享版仲要高配。嗱，譬如話呢個激光大燈啦、360全車影像啦、專享輪毂啦，佢都有，而且仲帶電動收縮踏板喎，仲帶唔係哈曼卡頓喎，係寶華偉健嘅音響喎呢台。佛山邊度店啊？佛山海百路貴城海百路呢邊行，氛圍燈啦，有嗰個台顯啦，跟住嘅話空間又夠大啦。呢台係40 LIM 運動，但係車主咧原廠升級咗非常之多嘢。依家嘅話直播間報價係508,000 55,000公里保實標嘅車嚇，22年8月份上牌。嗱，睇我哋嘅一個X5嘅朋友可以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點個小風車留言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嚇。而且呢部有寶華偉健嘅喎。係啊，寶華偉健嘅音響台顯都有嚇，全是豪車。嗱，我唔知你哋對豪車嘅定義係幾多啊？係咪先？嗱，你話要咩車型，要咩價位嘅車，你可以話俾我知，同大家去介紹。咁開播已經同大家講咗幾台中大型嘅 SUV 啦嚇，留言俾我發資料俾大家睇，仲有乜嘢車要睇，跟住我腳步行啦。好唔好？
近排點解唔見 CC 直播㗎？笑傲江湖令狐沖江湖啊，係咪江湖啊？CC 已經唔做咗啦，傻豬。E38有啊，康康。2223款都有啊 ，E38 你要大標立標定係時尚豪華？要邊款啊？嚟，想睇乜嘢車型大膽飄起公屏上邊話俾車知下。立標豪華2223款嘅係嘛 ？OK 冇問題，必須有嘅。E38依家嘅車嘅話，一共有13台車響度。你想要100款到25款，我哋都有嚇。你留個言俾我，我發啲資料俾你睇住先，好唔好？嗱，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好唔好啊？康康老細，康老闆留言俾我啦。公里數唔要太高，係咪啊？我哋有啲2萬零公里、3萬零公里。甚至準新嘅幾千公里嘅都有，睇你要邊種。有台23嘅係12000公里嘅，12000公里嘅，你留言俾我啊，30幾萬嚇。有啊，康康，嗱睇呢度啦，嗱你先留個言俾我啦，我講完呢台車先啦，或者你點冇關注我，等間帶你去睇好唔好？等間帶你睇，留個言俾我先，我發個資料俾你睇唔緊要嘅。哎呀，好多蚊咬我啊！係啊，好多蚊咬我啊！因為我啱啱行過嚟啊，嚟呢邊講埋呢2台車先，各位老細。呢邊5萬公里吧。5萬公里係啊，5萬公里啊。黑色做得到冇？要邊台？要邊台？嗱，我哋呢邊嘅話，呢個區域咧就廣東人最中意揸嘅係乜嘢啊？凌志，揸得凌志人生如意啊嘛。我哋翻咗幾台凌志翻嚟啦。ES200有冇人中意睇嘅 ？ES200卓越版本嚟嘅。21年嘅4月份上牌，4萬公里嘅車，精品車況，無論佢嘅外觀啊、內飾啊，都係保養得非常之新嘅呢一台，10幾萬，183800可以攞低。嗰個啊，黑到咩程度啊？黑到咩程度啊？五彩斑斕的黑果有啲難攪喎，你留個言俾我，等我睇下咯，好唔好？我幫你查一查咯。嚟多謝風味送嘅粉絲燈牌下，呢台 ES200依家賣緊183800 2.0嘅，2.0嘅，2.0的183800就能帶走它。感興趣點個小風車，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未點關注記得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喎，支持一下喎。有直行係咩意思啊？我唔明喎，你要睇咩啊？你好麻煩睇下 S480啊 ，OK。對 S480的話，暫時呢就還沒收到。如果你要的話呢，你可以把你的那個想要的一個車況發過來，我幫你去找車。嗱，剛剛想要看我們的 E300 的老闆在不在？想睇 E300 嘅老闆在不在？在的話 Q 個 E 給我，在的話 Q 個 E 給我。多謝 Sam T 嘅關注啊，未點關注點波關注先好唔好？嚟點波關注先。迷失方向，迷失方向，還有我們剛剛的那個，誰呀？康老闆，康老闆還在不在直播間？康老細仲喺唔喺度？嗱，呢個區域咧都係啲 E 級嚟嘅，立標 E 級 E300豪華版、時尚版都有車嚇。嗱，呢一台咧就 E300嘅時尚版本啊。有冇人會買 E 級買白色㗎？有冇人啊？直播間？直播間有冇人買 E 級買白色㗎？嗱，呢台咧佢係貼咗個膜啫嚇，貼咗個膜嘅立標 E 級 E300時尚版本，原車顏色咧都係黑色嘅。咁啊，2023年嘅5月份上牌12000公里嘅車，依家賣緊係356800。嗱，俾你睇下啦，內飾係中式嘅，好睇，好睇係咪啊？嗱，連屏。跟住嘅話咧，有加熱座椅、電動座椅、記憶座椅。跟住呢台車嘅話係冇柏林之聲音響嘅嚇，佢幫你黐咗個柏林之蓋上去。E300L 啊，時尚版本嚇，唔帶柏林之聲音響，但係有360全車影像。呢台車依家賣緊356800，35萬。呢個係黑色嘅外觀，中式嘅內籠嚟㗎，你睇下啦，佢貼咗個白色嘅膜啫嘛。
嗱，你唔中意可以撕咗個膜，你睇呢度就知道啦。呢台咧係黑色嘅，黑色嘅，黑 white 呢個膜嚟嘅呢個。啊，白色呢個係膜嚟嘅嚇，唔係真正嘅車顏色。如果俾着你哋揀，你哋都唔會揀白色嘅 E 級吧？應該。我會揀白色嘅 S 級。啊，白色嘅 S 級啊，我見過。係咪啊？我朋友台 S 級佢黐咗白色嘅膜。係幾好睇嗱！呢台356800白色好睇係咪啊？留言俾我啦！睇我哋 E 級嘅老細點我小風車睇車兩個字，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車車好唔好？嗱呢邊咧仲有啲新款少少嘅，嗱呢台就係24款嘅，24款25款都有咁啊！改款之後全新嘅外觀同埋全新嘅內飾同埋舊款都係唔一樣嘅。呢台咧就豪華版本嚇。豪華版本 E300L 24款，24年上牌嘅，行駛咗係19000公里嘅車，原版原漆帶透明車衣俾到大家。係啊，呢台車話鎖咗車下，依家賣緊係446800，車況好靚仔㗎。如果你哋啲老細啊揾到多少錢啊，需要出去見下客戶啊，或者想俾屋企人坐得更加舒服啲、舒適啲嘅話，你揸奔馳 E 級絕對係大家嘅選擇。你睇下，正所謂小標一粒資產過億啊嘛，一睇你開呢台車嘅人咧，都係社會嘅精英，都係社會嘅精英企業家，係咪先？嚟，感興趣我哋嘅一個 E 級嘅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開台 E 仔翻石間算唔算有牌面？必須算啦 ，E 級喎。啊 C 級啊 C 仔都得㗎，有咩問題啊？澤哥。啊 E 仔係嘛？死啦！你咪冇戴眼鏡。死啦！我冇戴眼鏡，我有啲盲盲地。開台 E 級咧就唔叫 E 仔啦，叫 E 級。E 級好唔好？開呢台車會唔會上車？會，必須會啦。係啊，大把人都想排隊上你架車啦，係咪先？E 級喎、哦，嗱，各位老細咁，除咗 E 級之外咧，我哋仲有 C 級嘅10幾萬預算，唔知買咩車好啊？仲喺度諗緊啊，E43大媽，雅閣亞洲龍凱美瑞的，凱美瑞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依家10幾萬嘅預算可以直接上到我哋嘅 C 級 C260嘅星耀珍藏版本，星耀珍藏版本咧佢配置會高翻啲嘅。有咪要睇 C 級嘅朋友？嗱，呢台2021年嘅2月份上牌，45000公里嘅車，星耀珍藏版，有5星 AMG 輪毂，啊有柏林之聲音響，跟住呢台咧仲要係紅龍翻毛皮雙拼嘅座椅嚟嘅。嗱，紅龍翻毛皮雙拼嘅座椅液晶顯示、液晶儀表啊，氛圍燈都有嘅嚇。咁呢台嘅話，依家賣價咧係188000，188000就能帶走它。首付1成起步哈，1成起步，1成起步就可以了哈。嚟，感興趣的老闆點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就可以啦。C 級啊，3係啊，依家嘅價錢都係10幾萬預算可以攞走啦哈。嚟，仲有乜嘢車要了解㗎？內飾好睇係啊，呢台嘅 E 級、C 級嘅內飾好睇，係真係幾好睇，唔係開玩笑，真係會更加精緻啲咯，精緻啲咯。嚟，直播間這麼多位老闆，想看什麼車型？想睇什麼車型？未點關注嘅點波關注喎？X7啊，真係收咗台翻嚟，X7係 X7定係 Q7呢？哦，X7暫時冇喎，BB，暫時冇喎，寶貝，寶貝，X7暫時沒有喎。你要看的話，你可以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啊，我到時收到車第一時間發資料俾你睇，好唔好？第一時間發資料給你看，好不好？行不行？行不行？麥卡巴卡，哎呦，邊個靚仔開緊台車啊？呢台，大家知唔知咩車嚟啊？呢台，這台知道是什麼車嗎？我遮住個標嘅話，你哋喺側面睇，你覺得佢似咩車？像什麼車？像什麼車？53023嘅有嗎？有，小條妹係啊，小米23年嘅530有啊！你要時尚，唔係你要運動啊，定要領先啊，定要豪華版本、專享版本都有。係啊，呢台小米啊，保時捷啊！呢
你咁樣睇似保時捷咩？唔係應該似麥凱倫咩？嗱，咁樣睇下。嗱，呢台咧就我哋嘅多小米啊，多小米你要幾多款㗎？好多喎，530，好多車喎，俾你睇下先啦。你預算幾多米啊？23款嘅依家有好多喎，俾你睇睇啦。有台好新淨嘅，嚟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車車好唔好？未點關注點一波關注支持一下。嗱，介紹一台23款嘅530領先嘅 M 運動俾你啦。23年9月份上牌，4萬公里精品車況，原版原漆仲帶透明車衣俾你嘅，原版原漆帶透明車衣 M 運動嘅領先。呢台嘅話呢，依家賣價呢就319800，319800。你要去嗰邊開，你去睇下個內飾啦。呢台係紅龍嚟㗎，紅龍嚟㗎，用戶你睇下啦，紅內氛圍燈、連屏、大雞腿擋把，內飾好鬼新啊！呢台車319800，319800，因為佢好精品，因為原版原漆，仲有透明嘅車衣送俾你嘅嚇。領先嘅 M 運動，雙 L 大燈嘅23款嘅嚇。跟住呢邊咧，仲有一台仲新嘅，幾千公里嘅啫。嗱，呢台23款嘅，哎呀，嗰台賣咗啦。呢台專享，我哋咪有台幾千公里嘅，9000幾公里嘅，嗰台賣咗係咪啊？哦，33萬幾。33萬幾，因為嗰台係 M 運動嘅。嗱，呢台咧就係專享嘅 M 運動，咁佢嘅配置會更加高啲啦。同樣23款嘅雙 L 大燈啦，專享輪毂啦都有嘅嚇。23年2月份上牌，48000公里嘅車，依家賣咧係339800，3399,800。19款嘅530有啊，19款，19款213800咋，仲要係領先嘅豪華。嗱，呢台紅龍嘅。帶哈曼卡頓音響，仲帶台顯，仲帶後排嘅電動座椅調節，加埋後排嘅無線充電都有嚇。依家賣緊339800，依家530有12台車喺度，20幾萬嘅530專享，21萬嘅20萬嘅，甚至10幾萬嘅都有嚇。記得點我小風車揾我攞資料，點我小風車揾我攞資料好唔好？係啊，專享嘅19款嘅530有一台啊，鄭生。呢度仲有一台，嗰台係20款嚟嘅，係啊，因為佢20款咧先有手指大燈啊嘛，20款先有手指大燈。530嘅專享呢邊有一台啊，20幾萬預算啫嘛，20幾萬預算。你留言俾我啦，用戶保險包在裡面嗎？不包，唔包㗎，自己買㗎。我哋包你過戶咯，包你過戶上牌咯。係啊，保險自己買，你中意買幾多買幾多嚇。有少少幾個月嘅保險就俾埋你咯。係啊，如果有保險仲有未到期嘅話，都俾埋你咯。因為呢啲車都係收翻嚟冇耐嘅啫嚇。你留言俾我詳細嗰啲資料，我同你講發俾你睇啦。咁呢台咧就20款嘅手指型大燈嚇，同樣都係好精品嘅，黑外紅內530嘅專享 M 運動，咁佢配置都好高啊。如果你話要揀台20幾萬預算嘅。想買3系嘅，咁你直接上到一台530專享先至25萬8，台顯、哈曼卡頓、後排嘅 iPad、後排嘅電動座椅調節都有，空間好鬼闊落㗎。寶馬5系啊，冇錯啊，彭勇勇，雷爾法有嗎？暫時沒有。呢台咧就寶馬5系咯。專享嘅20款手指型大燈嘅72000公里，依家直播間報價咧係25萬8，精品車況全部過查博士 S 級，第三方聯合報告免費發俾你睇。睇呢台車或者睇我哋所有530嘅資料，我哋一共有12台530。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車，我全場車源表免費發俾大家睇，好唔好？留言俾我啦。彭生，我哋嘅一個530嘅用戶，仲有鄭總鄭志強先生留言俾我好唔好？留言給我，給你們去發送資料，唔緊要㗎。我哋買車嘅話，唔係話留一言就要買㗎啦嘛。咁你可以攞個資料返去，貨俾3家，價俾5家再落手。因為你買台車唔係話幾廿蚊，而係幾廿萬㗎喎。
你冇可能話，直播間睇係睇啱㗎，你必須要了解下車況、公里數各方面先，或者現場試過車先，係咪？留言俾我得㗎啦嚇。嚟，聽不懂咋辦？你想要看什麼車？你告訴我。嚟這邊，啱先講到呢一台車，你咁樣揞住個標似乜嘢車啊？揞住個標睇唔睇得出嚟？咁公里數大唔代表佢車唔靚㗎，咁公里數大代表佢開得多啫。咁我3梁6柱冇問題，我嘅波箱冇問題，發動機冇問題，冇浸過水，冇火燒過，冇調標過，冇重大事故過。可能有嗨嗨有少少碰碰，我都會寫喺車況表入邊俾你睇清楚。點解唔算精品呢？咁難道你話18歲嘅妹妹先係靚女，我呢啲22歲啲唔夠靚咩？嚇？唔夠精品咩？點解唔夠啊？我只不過行多咗2年路啫嘛，我隻腳行多咗2年路啫嘛，有咩問題？我仲唔係靚女咩？我已經行咗幾年路，我唔係靚女啦咩？係咪先？仲更加之有經驗有韻味啦，係咪？有閲歷啦。所以嘅話，其實買二手車你唔使話介意公里數多少嘅。咁肯定公里數少啲，肯定會賣到你貴啲嘅，係咪先？但係我72,000公里，我敢話佢精品，佢必須係精品。有好多瑕疵車，咁2000公里或者200公里，佢都變成瑕疵車，又點話呢？唔同㗎嘛，唔係咁嘅概念嚟嘅。你會買一部2000公里嘅瑕疵車？係啊，你換著俾你計，譬如話。你有一台車，一開出門口就係大吉利是，撞到3梁6柱都彎晒，咁執整整翻嚟賣俾你。哎呦，我200公里啫喎，你要唔要啊？唔同噶嘛，精品車唔係咁樣講噶。嚟，各位老細嗱，聽懂掌聲，點個關注先啦，點個關注支持一下先啦。聽懂點關注，關注點一點幸福到永遠。咁當然，咁你話7萬公里公里數大冇問題，我哋有公里數少啲嘅，咁相對嚟講價錢方面都會高啲，睇自己預算啫，睇荷包食飯。公里數同佢價錢掛鈎。係啊，公里數同價錢掛鈎，但係唔同佢嘅車況掛鈎。佢公里數大唔代表佢車況唔靚係嘛？嗱，公里數少呢台 BB， 咁相差同埋新車差價又大而且唔使你等。呢一台小米 Ultra 呢台嘅話呢，1500幾匹馬力嘅就是佢啦。跟住嘅話呢，要等1年嘅都係佢啦。上排嘅風吹得好大嘅，冇錯，又係佢。嗱呢台呢，呢部唔叫精品。呢台唔叫精品，叫咩啊？叫極品係嘛？叫極品 OK。點樣極品法呢？呢台車係小哥哥嘅一手車嚟嘅，全款落地，大學生，佢阿媽買俾佢開嘅。佢話中意佢媽全款賣俾佢啦。咁但係呢，佢開咗2個月，覺得呢台車好似佢啱出嚟社會，啱攞到駕照，未出嚟社會仲係學生，好似有啲 hold 唔住佢喎。好似覺得哎呀個軚好似太快啦，hold 唔住啊！咁佢唔解鎖都有800、900匹馬力㗎嘛，係咪先？咁佢解鎖之後1500匹馬力嘅，咁2個月600公里嘅車，依家去寫時電落地仲要去到成58萬，但係呢，你嚟到呢度蚊姐寮車道，俾你哋估下，2個月嘅車600公里嘅，咁多配置嘅，依家仲值幾錢？現在還值多少錢？你們猜一下。估下好唔好？唔係嗨嗨碰碰之後再賣㗎。冇嗨嗨碰碰。佢係因為之前發生咗一件事，大家都有睇過嘅。係啊，係啊，所以佢覺得太快啦 ，hold 唔住佢，佢就賣咗咯。呢台車原版原漆嘅，冇任何問題。你嘅車嘅該有嘅配置佢都有，咩碳塗剎車大鮑魚啊，跟住嘅話咧，仲有我哋嘅碳纖維啊，倒後鏡啊，碳纖維方向盤。碳纖維嘅側裙，碳纖維嘅一個尾翼，呢啲全部都有齊晒嘅，幾錢啊？牌子上面寫咗47，多過30完全睇唔上。曉波45、47、30，學生開呢台車太奢侈。BB，Kel 哥，呢台係小米嘅 Ultra 唔係蘇7啊，30。佢依家落地要去到58萬嘅，但係我呢台先600公里，你俾30。而家呢個價好精品喎，好精品啊！呢個價點解呢？因為呢台車嘅話呢，
50都唔使，50都不用，係咪啊？B B 喺度，嗱係啊，依家嘅話俾你睇到咗啊，我俾波哥平，俾你睇到咗啊。嗱呢台車嘅話咧，依家價錢咧就係498000蚊。嗱，比依家去新車訂咧，首先你慳咗接近10個 W 之外，仲要慳咗你10個月嘅時間去等車。咁你哋覺得好貴咩？覺得貴咩？你們說貴唔貴？啊，你唔好咁講喎，小米嘅電車屬於咁多電車入邊最保值嘅一部。係啊，小米嘅電車其實咧喺即係依家新能源嚟計已經好保值啦 ，B B。嗱，無邊框車門啦，Alcantara 嘅翻毛皮啦，跟住全車都隨處可見嘅碳纖維啦，仲要係非常之競速嘅競速王，好鬼激情嘅競速王，貴啊！佢話貴喎，嗱，廣星建材話貴，聽不懂，小波45哦，你咁唔緊要㗎，因為市場行情價錢。如果低於一個範圍嘅話咧，其實你真係要認認真真去睇，無論係邊個度嚇，咁你可以攞價錢翻去全市場對比冇問題，邊度平邊度買都得嚇。但係我可以同你保證嘅係呢台車600公里原版原漆冇任何問題啊，等於係你買咗台新車借咗俾你兄弟開咗2-3日嘅時間咁樣嘅啫嚇。嗱，呢台車依家就498000蚊，早期我哋仲想話賺大家多少蚊，報價係報52.8。但係冇辦法，市場行情價降咗落嚟，我哋唔賺錢都要賣俾大家嚇。嗱，中意呢台車嘅話，點個小風車，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沒點關注點個關注支持一下。我哋幾千公里同幾百公里啊？係啊，我呢台係600公里喎 B B， 咁啊所以你要對比下，咁你冇可能話齋睇車況，咁啊好老實講，我呢台車如果開到2萬公里，45都唔使添，40年啊可能。但我600公里喎，600公里啫喎。百幾萬，你表弟一台特斯拉100幾多萬，依家10萬蚊都冇人要。對啊，粵語啊，書啊，嚟。你表弟係第一個食蟹嘅人。係話，我有朋友都有買台Model 3，買到40幾萬、50萬。100萬買翻嚟嘅，要麼 Model 差，要麼。嚟，寶馬3係15萬左右，車有咩新款嘅車？新款嘅車啊？ CLE 咯，你咪話要買阿爾法咩 K 哥，你要嘅阿爾法40幾萬，行情價 OK， 跑咗公里啊？寶馬3係15萬左右啊！如果15萬左右嘅話，3係咧可能年份要有啲老咯喎。但係我哋依家3係準新嘅先至21萬多啲嗱，可以留個言俾我嚇，15萬左右嘅3係點個小風車嚟。想睇咩車型回覆咗有嘅，直接點擊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得㗎啦，好唔好？你要買新款條尾好睇啲哦。我哋依家暫時沒有新款嘅阿爾法，有一台15款嘅。依家今年嘅15款嘅阿爾法真係行情價跌咗好多。舊年15款嘅一個17款定15款啊？17款15款17年上牌嘅阿爾法30系嘅3.5嘅都要賣到成55左右，但係依家先43喎，今年43喎，平咗好多喎。小米可以跑幾多公里啊？小米可以跑幾多公里啊？嗰部 Ultra 嘅話咧，600零公里啦，600零公里啦。係嗱，呢台3系啊，各位老細，3C 24款嘅325iM 運動耀夜版本，24年1月份上牌，行駛咗19000公里嘅車，依家直播間報價咧係219800。咁啊有360全車影像，有哈曼卡頓音響，跟住嘅話紅龍嘅，嗱紅龍嘅3.5係好力好多嘅喎，係啊，蚊姐都中意開嗰台。3.5係好力，但係如果按照你中意新款嚟講嘅話，冇3.5。係啊，新款冇3.5，得2.5嘅混合動力。嗱呢台3系嘅話，依家219800啊，感興趣3系可以點個小風車留個言俾我，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就行啦嚇。嚟，仲有乜嘢車型要了解嘅？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嚇，大膽飄在公屏上面。花咪冇嘅，有舊款。舊款咯，嗱，阿爾法舊款又有咯。我哋呢個區域嘅車點解交晒咗嘅？等車有車先過去揾車 OK。邊台啊？嗱，呢台有冇人中意啊？呢台方盒子啊，新收翻嚟啊！嗱，你哋問我有冇新貨啊？呢台算唔算新貨啊？新收翻嚟，
新到貨嘅呢台，呢台大豬豬 G500，男人嘅專卡喎，大家話男人嘅一個夢想之車喎，有冇人中意 G500㗎？有乜喜歡 G500就飄個1我看一下，飄個1俾我睇下先。嗱呢台咧已經係 G500嘅最後一代帶 V8嘅，依家新款嘅 G500都冇 V8帶心臟㗎啦嚇，沒有 V8大心臟的方盒子造型，啲車踩起身硬聲嘅，真係啊啲共鳴聲好鬼正嘅，呢台我哋新收翻嚟嘅嚇。好似幾多公里啊？唔記得咗啦。公里數好少嘅，點睇都唔夠車正。多謝你喎，多謝你喎。嗱呢台咧就24款嘅 G500，13000公里嘅啫，24年嘅8月份先上牌嘅，非常之準新嘅一台車，原版原漆仲帶透明車衣嘅嚇。有冇中意大豬豬㗎？大豬豬㗎？依家賣價未出啊，賣價未出，而且又鎖咗車。鎖車 V8大心臟，子彈上膛的開門鎖門聲，後面係帶備胎。各位大佬，你哋有冇備胎啊？開呢台車有備胎喎，你睇下，好多車都冇備胎，但係呢台車有備胎嘅。嚟呢台咧就大豬豬啊，有備胎啊，咁緊要啊，心想事成。咁有幾多個備胎啊你？你一個定幾個？車幾胎幾咩啊？幾胎離氣係咩意思啊？你講我有咗幾胎啊？我冇備胎喎，我要你要邊個？要呢台車係咪啊？13000幾公里，24年1月份先上牌嘅，24年8月份先上牌嘅 G50024款嚇。你要你留言俾我咯，因為我哋呢邊嘅話價錢未出啊，啱啱新收翻嚟嘅，5月30號收翻嚟，依家未定價。你點我小風車啦，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啦，要我咋？隨便以30個備胎保守估計。係啊，好啦，我就唔使一個啦，唔使咁煩啊。係。萬噸王係咩啊？大拖頭都唔使幾廿個備胎㗎。我以為你要台車啫，你要我有咩用啊？我又跑得唔快，仲要隻腳跛跛地。係啊，或者你直接碌走佢啊，我順便坐埋副駕走啦。唔想做啦，唔想努力啦。有冇啲大佬過嚟攞低佢啊？買車送車車。車車已經乖乖地咁坐喺度，走啦走。好冇志氣啊我。走未？唔得㗎，我唔可以咁冇志氣㗎，我一定要靠自己。咁你有排咯。嚟靠自己揾大家買車咪得咯，揾我買多幾台車，我可以發達啦。嚟要睇什麼車型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啊！要了解咩車型，點擊下方小風車，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俾大家。搞掂未啫？走啦！靠自己冇得發達啊！咁又係，不過咧揾2餐養飽自己，唔使靠屋企，咁都已經算好成功㗎啦。除非係你有咩天賦異稟啦，係咪先？依家真係大社會難做啊 ！LS500 真係有車喎，唔係開玩笑喎。嗱 ，LS500 俾你睇下車先啦。嗱，直播間咁多位老細未點關注，點幫關注下。哎呀500H。LS 賣咗啦咩？嗱喺度。LS500H 豪華版本啊，23年1月份上牌，19000幾公里，668000嚇。點個小風車揾我攞資料。大馬克萊文森㗎。係。大馬克萊文森音響，攬運有車啊！依家攬運嘅話，好似就收咗一台翻嚟。嗱，帶睇睇啦。出邊有一台。嚟攬勝啊 ！LS500 留言俾我啊！金源紡織話做紡織依家好唔好揾錢啊？佢唔係啊，佢都好好揾錢㗎，要買 LS500啦。金源紡織，你留言俾我啊！我發資料俾你睇喎，發資料給你看，好唔好？攬運嘅話收咗一台翻嚟啊！依睇，但係好似唔喺展廳嘅嗬，唔喺展廳嘅。係啊，蚊姐新收翻嚟嘅，你感興趣可以留言俾我嚇，我發資料俾你睇。嚟都點算都冇車車咁好揾嘅，我一個月笑哈哈，每天笑哈哈，月入1800。嚟，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的，大膽票在公屏上面。我哋依家展廳好多唔係啊，好多唔係啊，有冇要入手唔係嘅朋友啊？睇睇啊，我俾唔到你睇喎，因為未翻嚟展廳，呢台新收㗎，新收未檢測㗎。你點個小風車，我發住資料俾你睇啦。
呢個係中籠嘅黑外中籠油電混合嘅一個豪華版本大馬克萊文森音響。你抽山率中係抽山率嘅內飾。你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啦，好冇？金源紡織，你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我發資料俾你睇住先。如果啱心水啦，你真係 OK， 你就過嚟試乘試駕冇問題嚇，好唔好？嚟，係啊，台車未翻嚟啊！嚟，想要了解什麼車型，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嚇。咁啊呢邊嘅話咧有好多寶馬嘅5系啊，有冇人睇5系？冇就過咯喎，下一台 GLC 啦。白色台賣咗啦 ，GLC 終於賣咗啦。啊，呢台咧就係我哋嘅一個 GLC 啊 ，GLC 嘅260啊，有冇啲啊買俾屋企人即係接送小朋友開啊，老婆開啊 ？GLC 真係 OK 嘅喎。揀叉3嘅開價。係啊，揀叉3嘅，想要更加舒適性高啲嘅。啊，冇咁追求動力方面嘅，咁你揀 GLC 嘅話咧，坐起身真係好舒服噶嚇。呢台新款23款 GLC L 4驅豪華5座版本，咁佢同舊款有咩區別咧？你其實好明顯見到成個尺寸、車身尺寸都係加大拉長、加高咗嘅嚇。外觀、內飾、尺寸完全唔一樣，同舊款嘅。嗱，呢台23年5月份上牌1萬公里嘅準新車。啊，326008，326008就能帶走它，326008。嗱，聽不懂啊？來，我說老闆，你人沒嘴巴甜，一看就不差錢。我給你介紹，這台是 GLC 260啊，啊四驅5座版本的新款的啊這個叫松石綠外觀。還有愛馬仕城內，這個的話現在在賣326800， 1萬公里準新車，原版原漆精品車況，精品車況，依家分期存款都冇問題，1成首付起步，1成首付起步哈。最低1成首付啊！啊，最低1成首付，點個小風車，李先生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對，326800就能帶走它。你多過來聽聽我說話，然後你學習一下嘛，廣東話。你要看什麼？還有什麼車要看的？對，直接跟我們說。還有什麼車型要看的，或者是你現在有預算不知道買什麼車好的話呢，你就點個小風車啊，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我把我們全場這個車源表啊，這在售120台現車全部發給你看，好不好？哎，收了一台理想 ONE 佢嚟，有冇理想 ONE 嘅車主啊？我想問下直播間。聽講當年嘅理想 ONE 俾割咗一波韭菜喎，係咪啊？係啊，係咪啊？跟住冇耐又出咗新款嘅L 幾啊 L7，係咪 L7 啊 L9啊？唔知出咗乜嘢啦。沒問題的啦 ，OK 啦。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仲有咩車要了解嘅？未點關注嘅一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嚇。我哋呢邊係蚊姐聊車，我咧係主播車。今年芳齡22歲嚇，專業做二手車1年幾2年時間啦，差唔多。2個年頭啫。差唔多2年。唔係，我舊年係4月10號入職，依家先至6月初。練習1年半。係啊，我1年2個月，白色寶馬，白馬王子係啊。這個就是白馬王子嗱。睇中網咧就可以分清楚新款嘅320同埋325嘅區別。嗱，如果係320咧，佢係動住嘅格柵嚟嘅；325咧係點陣式格柵嘅。嗱，呢個新款嘅320 LIM 運動24款，24年1月份上牌，35000公里啊，35000公里嘅車，擺 Y 紅呢 LI， 咁啊佢比325馬力咧係少翻個237。但係都相差唔大啊！嗱，價錢方面咧少過2-3皮嘢喎。嗱，呢個連屏哈曼卡頓嘅音響有冇啊？冇咩？呢個咪耀夜咩？哦，唔係喎，冇哈曼卡頓喎。空間大啊！呢台依家賣緊係199800，同埋325嘅話相差萬幾蚊咯，睇你自己點揀。呢台3萬零公里嘅車嚇，白馬王子啊，白馬王子。新款舊款都有嚇，隔離仲有一台咧就係舊款嘅，你哋中意嘅大雞腿擋把，即係手上邊有啲揸拿啲咧，有啲朋友仔佢開車啊，個手唔扶住啲嘢咧，係認真係開得唔聚財嘅。咁啊呢台可以俾你扶住啲嘢啦嚇，摸住個大髀都得。A6 A7有冇有？ A6 真係有一台喎，A6 邊個講啊？嗰個
嚟小愛愛小愛愛有 A6、A7 都有嚇。我講完呢台車，我同你介紹 A6、A7 啦。嗱，呢一台咧係325 LIM 運動搖曳22款未改款之前嘅，行駛咗39000公里。呢台車嘅話係23年9月份上牌，同埋新車新款都差唔多幾多錢，真係。依家賣緊係208800，你甚至加多1萬蚊可以買到最新款嘅325搖曳，係啊，係啊，你睇下呢台咧就依家即係大家會更加中意啲咯，中籠嘅哈曼卡頓音響氛圍燈、液晶顯示、液晶儀表都有，加長版本更加適合家用啲嚇。咁呢台咧依家賣緊係22萬啊，唔係208800，208800啊！如果去到20萬、22萬，都可以買到新款啦，買到新款都可以啦嚇。來，感興趣山西嘅老闆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好唔好？未點關注嘅左上角關注點點得我求下你哋啦，求求你啦。A6 A6 我睇下先。有啊，呢度有冇？啊係啊，翻咗嚟一台係嘛？嚟 A6 嘅朋友 ，A6 嘅姐姐編個1俾我啊，係咪姐姐啊？好似見到係姐姐嚟。姐姐，小愛愛，愛姐姐，愛愛姐姐哦，在是吧？在什麼地方？姐姐，你看一下，好多帥哥，姐姐。你過來就有帥哥給你。喂，真係喎，唔同嘅 size， 我講係高矮肥瘦。style 嘅靚仔。在什麼地方？我們店呢是在佛山市桂城海八路這一邊哈。如果想知道我哋嘅定位嘅話咧，英俊瀟灑，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我發俾你睇下。嗱，好難得先收一台 A6 翻嚟㗎，愛姐姐隨便揀個帥哥回家 ，OK。嚟呢台22款嘅45 TFSI 嘅甄選動感，22年5月份上牌，44000公里嘅車 A6 L 呢台依家賣緊係263800 263800 翻毛皮雙拼嘅內籠下，其實奧迪嘅內飾咧，其實都冇乜嘢好講嘅，但係咩系列都差唔多，你唔覺咩？係啊，A7 A6 都差唔多，3連屏啦，跟住嘅話咧，遊艇擋把啦都有，翻毛皮嘅座椅，我個人係比較中意啲嘅，因為佢會冬暖夏涼，而且內飾比較簡約啲咯。佢主打一個係科技感，唔係話豪華感嚇。呢台車行駛咗係4萬零公里嘅車，依家賣263800，45嘅，唔係40嘅，45嘅嚇，45的。嚟愛姐，你點個小風車俾我啦 ？A6 啊 ，A7 啊，我都發資料俾你睇，好唔好 ？A7 好似都收咗翻嚟。嗱，唔係喎。A7 啊，點解查出嚟係帕拉美拉咁搞笑嘅？嗱，我哋再售120台現車喺度啊 ，BB 嚟睇下120台現車，點個小風車，我將佢免費發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啊，未點關注點幫關注下 A6 L 263800，其實即係 BBA 當中嚟計嘅話咧，寶馬、奔馳、奧迪係最性價比最高係二手嘅奧迪。因為佢其實空間又唔輸，動力又唔輸，品牌調性都唔輸蝕，但係佢價錢咧係最低嘅、最實惠嘅嚇。感興趣留言俾我，想看我們的一個。佢嘅價錢都好似佢啲排名咁樣嘅啫。係嘛？Benz、寶馬、奧迪。BBA 係嘛？奔馳、寶馬、奧迪冇錯啦。Benz 第2寶馬，最尾係奧迪。點解佢唔講 BAB 啊？嗬？因為佢唔夠貴。唔夠貴。唔夠貴。嗱，睇完我哋嘅一個。A6 啦，俾你睇翻佢嘅對標車型二手車嘅價錢啊，真係相差好大下。嗱，呢台咧就佢嘅對標車型啦 ，E 級 E300L 嘅豪華版嚇。咁啊，大家都係2.0㗎啦，23年6月份上牌，大家都係3-4萬公里，呢台35000公里。咁但係佢咧要賣到去373800，所以同價位唔係同級別嘅車。真係奧迪本身佢新車都冇咁貴，二手車仲更加平。呢台車去到373800，好耐冇見，有幾耐？我日日都直播嘅喎。你咩問題啊？咁耐冇見我？你好耐冇睇我。嗱呢台咧立標 E 級 E300豪華版本，如果話你要做生意嘅，想要去簽合同嗰陣時，人哋落筆快啲嘅，揀台奔寶馬回去，奔馳回去。
讓你幹什麼都事半功倍。指鹿為馬喎指鹿為馬，呢個奔馳 E300 L 豪華版本嚇。跟住嘅話有。有冇立標嘅寶馬？跟住有帶柏林之聲音響啦，後排嘅一個遮陽鏈啦，電動座椅調節啦，呢個咧未改款之前嘅嚇，未改款之前嘅嚇。後邊嗰部啦，呢部一樣嘅內籠嚟。係啊，而且一樣嘅配置喎，都係豪華版本喎，23款嘅，48,000公里，呢台38萬8啊！哇，其實真係唔係講笑。點解貴咧？真係佢內飾係精緻豪華好多喎。比新款更加精緻。係啊，我覺得比新款會更加好睇啲。嗱，直播間咁多位老細，你話中意新款嘅 E 級定係舊款嘅 E 級？中意新嘅標個新字，中意舊嘅標個舊字。我真係中意舊款嘅 E 級嘅內飾，好好睇啊！我覺得即係一種感覺啊，就是那種有錢嘅感覺，即係好似影張相都好似會更加之有 feel 啲嘅喎。係喎，嗱咁樣影張相係咪更加有 feel 啲啊？美賽德斯奔馳。點打咯？點睇都開住。係啊，因為如果你話買新款嗰個咧，其實佢就芒大咯，跟住呢啲木紋飾板佢又冇，跟住呢啲咁靚嘅啲出風口佢又冇。我真係中意舊款喎，唔知我係咪老餅咧？我係咪太老餅啦？可能啲人唔中意咁大個屏幕。我唔中意18歲仲係車呢種少婦，有冇可能我就係18歲嘅女人呢？係18歲嘅少婦得唔得？18歲嘅少婦得唔得？嗱，呢台嘅話就 E300 L 豪華版本嚇，好好睇啊！呢台舊車係唔係唔好，個個審美眼光唔同，係啊，冇錯啊，我係中意舊款。嘅話就會吸引啲後生群體。係，我可能老餅眼光啲，我中意舊款啲，但係新款嗰個咧就係屏幕多。即係顯到科技感滿啲咯，但係尾燈嘅話，我係中意新款嘅，新款嘅尾燈。新款嘅外觀係靚嘅。新款嘅尾燈好睇。嗱，呢台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 E300啦，新款舊款都有限，你哋中意睇邊一台都好，點擊下方嘅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給我就行啦嚇。車有啲似釐清係咪 ？OK， 點個關注先，都係我哋都有同事講過喎。我啱嚟5000嚟喎，呢台得唔得？C 仔睇下，C 仔嘅話依家有好多，你要幾多年款嘅？要睇 C 仔話俾我知下。我哋依家嘅話全場130幾台現車，要睇下咩啱大家心水先啦，好唔好？小菜，我哋依家 C 級10幾都有車下嚟。要看什麼車型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咁啊喺左手邊咧，全部都係 SUV 嚟嘅，譬如話啲新能源嘅理想啊、X5啊、保時捷啊、X4M 啊呢啲都有嚇。嚟要睇乜嘢車型嘅話，話俾我知嚇。小蔡你要睇幾多年份嘅，做咩唔應我？咩問題？你咁高冷嘅咩？冇咁高冷得唔得啫？嗱呢邊嘅話就奔馳咯，奔馳 L 啊，係咪啊？我睇下先。C260 L 展廳有冇車喺度先？唔帶 L 啲得唔得啊？俾台唔帶 L 嘅你睇下好唔好啊？因為 L 唔帶唔喺展廳啊，未翻嚟啊。我哋依家嘅話咧 ，C 級邊有10幾台現車喺度嚇 ，C260 10幾台。咁啊呢台咧就標準版本嘅，上一代嘅星耀珍藏版，佢配置會更加高啲，依家性價比都高喎。嗱，譬如話好似呢台咁樣啦，5星 AMG 輪毂啦，柏林之星嘅音響都有帶。2021款21年上牌，45000公里嘅車，依家賣緊。C260。哦。呢邊好卡。咁啊 ，C260嚇，呢台標準版。在售咧有 C260 7台車喺度，白色、黑色同埋綠色都有車嚇。留言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小蔡我發資料俾大家睇啊，好唔好？我發到嚟都仲未，一直都卡，琴日超卡，琴日唔知點解360度全卡，全方位卡，真係服到鬼咁！你知唔知我琴日行到門口？我自己都睇唔到啦，自己都睇唔到啦。哇，新翻喎，攬勝運動喎，靚仔喎，嚟要。
版本嘅話唔喺展廳嚇，留言俾我發資料俾大家睇，點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就行啦嚇。應該換手機，網絡唔好唔關手機。咁啊，估下大家有冇人知道啊？呢台車勁喎，馬力假搶，配置嗱，大家知唔知呢個錶咧當時設計費？小米神車啱唔啱啊？嗱，幾廿萬嘅錢可以俾到你千萬級車嘅一個配置，譬如話呢個碳塗剎車、碳頭剎，1500幾匹馬力喎呢台，緊要喎，100億用在2蚊，100億咁啊肯定唔使2蚊嗰陣，你有啲過分喎，你看不起誰呢？阿李尊哥哥，2塊錢設計個錶啊，你送俾佢都可能未必要喎。嗱，呢個錶嘅話咧，大家知唔知係用咗200萬去設計嘅200萬？嗱，呢台車就我哋新收翻嚟嘅，咁你呢台車有啲古仔要講下喎。大學生小哥哥一手車，開咗2個月，上牌2個月，600公里保實標。佢話佢太快，佢驚佢自己 hold 唔住，所以嘅話就賣咗俾我哋。新車落地依家去小米店度買嘅話咧，至少要等10個月時間，而且價錢去到58萬。咁啊開始問題嚟咯喎，咁我呢台車開咗2個月，600公里，你哋話仲值幾錢？知唔知？仲值幾錢？可唔可以標喺公屏上邊？車揾我去買邁巴赫。蚊姐真好正，人又靚，身材又好，又有才華，做朋友一流，必須。公里，依家新車落地58萬，我哋展廳呢一台原版原漆值幾錢？仲值幾錢？知唔知？幾時過嚟揾我買邁巴赫啊？如果係嘅話，你留個言先好喎，到時收到車唔知點樣話俾你知喎。維維哥哥25啊，有啲過分喎！你以為係街市去買衫咩？對半站都有嘅，冇可能喎！我後邊呢台奔馳10幾萬有咩嘢車？好多車選擇，130幾台車，可以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發資料俾大家睇，好唔好？25肯定唔止啦，咁我同大家報啦。呢台小米 Ultra 2025年嘅4月份上牌，行駛咗600公里，保實標，原版原漆，而且仲要全車都係碳，車標又係碳，側裙又係碳，跟住車尾呢個尾翼都係碳嘅，都係碳嘅。依家去店度買，仲要選配8萬塊錢都唔止，依家49萬8。49萬8可以不？600公里就600公里喎，係啊，仲少個電動雞喎，好新。重點係唔使你等車啊，我幫你慳翻咗成10個月嘅時間去攞車。你想睇奔馳可以啊，奔馳邊一款？我哋而家奔馳非常之多車客，咁呢台車依家40。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噶啦嚇。SUV 啊 ，OK 冇問題。奔馳 SUV 預算幾多？如果你話 GLE 嘅話，我哋呢度有台性價比好高嘅，好高嘅。JJ 上咩班？我落播佢就播啦。你等佢3點半啊，3點半播。買咗唔做咩唔開？要出咗佢，因為佢話嗰台 Ultra。太快啦，2秒幾破百，好驚啊 ，hold 唔住啊！小哥哥先讀緊大2嘅咋，係啊，你留言俾我啦。寶馬雙門有咩選擇啊？4係啱唔啱？425 OK 嘅話，你標個1，我等間帶你睇，點個關注先好唔好？嚟睇我哋嘅 GLE 嘅朋友喺咩直播間喺度標個1俾我。使咗咧係3萬公里嘅車，依家直播間報價同埋小米 Ultra 一個價49萬8，而且嘅話配置都高，嗱固定踏板啦，仲啱唔啱啊 ？C 級嚟小米幾錢？係啊350啊呢台，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20零萬嘅奔馳係咪啊 ？C 級49萬8。
來，還有什麼車型要看的？各位老闆，寶馬珠街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好唔好？嚟，先得唔得嚟？直播間咁多位老細。嗱呢台咧就係4個座位2隻門嘅425IM 運動，仲要搖夜版本，改款之後嘅大豬哈曼卡頓音響，極速藍外觀火山紅內籠，連屏藍花子擋把哈曼卡頓音響下 UU 呢台得唔得食？嗱。2門嘅4系咧，佢比4門嘅會更加型啲喎，因為佢有少少腰線嘅。嗱，呢個位置有少少突出嚟，好似你嘅 S 型嘅 pat pat 咁樣喎，就得呢一台嗎？咁啊唔止呢一台，咁肯定有好多台㗎啦，雙門嘅。如果你話要4系嘅話咧，有2門有雙門有敞篷，或者你要寶馬雙門嘅咧，或者2.4咯。呢台咧就2023年6月份上牌，19000公里嘅車，直播間報價係308000，308000。E38有車啊 ，E38。嚟 UU 你點個小風車啊？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我會將我哋全部在售嘅雙門寶馬轎跑發俾你睇睇，好唔好？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得㗎啦。嚟要睇乜嘢車型啊？奔馳 E38要幾多年份㗎？喺嗰邊喎。E38要幾多年份的？我哋 E38依家有好多車啊，時尚版、豪華版、大標嘅、立標嘅都有，帶你睇睇啦。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好冇？直播間咁多老細點咗關注啊！我祝你哋今年必須過嚟蚊姐聊車度提一台心儀嘅車型。點點關注，點點讚啊！生活越過越燦爛。想溫，多謝眉圖小書童嘅一個關注。主播愛了，粵語主播愛了 ，OK， 點個關注得唔得？23年嘅豪華立標係豪華嘅。咁啊呢台豪華版本立標 E300L 佬啊，咁啊睇佢前邊有360全車影像啦，仲有係柏林之聲音響啦，後排電動座椅啦，後排遮陽簾啦都有。2023款23年6月份上牌，35000公里嘅車，原版原漆、原版原漆，中籠嘅鎖咗車，中籠嘅鎖咗車。嗱呢台嘅話，依家賣緊係373800精品車況，全部都係查博士 S 級全部過第3方嘅。嚟23款嘅豪華立標又鎖咗車啦，留言俾我發資料發車況俾大家睇下。嚟點個關注，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好唔好？嚟仲有咩車要睇嘅？呢台咧就23款嘅，唔單止呢一台，我哋依家嘅 E38豪華版本從18萬幾起啊，到依家準新嘅40幾萬都有嘅喎。嗱，如果你哋話唔中意23款，我中意大連屏嘅新款嘅 E38，佢嘅外觀更加之大氣，更加霸氣啲，因為佢好似 S 級。嗱，佢嘅中網都拉高拉長咗嘅，跟住佢個燈係變咗花生眼大燈嘅。呢台咧係2024款24年上牌，行駛咗19000公里，原版原漆帶透明車衣嘅，都係中籠，都有柏林之聲音響，後排都可以電動座椅調節，但係冇遮陽簾，要上到尊貴版先有遮陽簾嚇。呢台446800，舒適46800。想睇下18萬幾嗰台嘅點樣㗎？係咪啊？嗱，睇完呢台先啦，我再同你講咧，好冇？嗱，改款之後嘅 pat pat 咧特別圓潤嘅喎，仲有2個奔馳嘅標喎，好奔馳喎，好 Benz 啊！即係佢開喺路上邊嘅話咧，晚上嘅辨識度好高，就一睇你就係 E300嘅奔馳尊貴嘅車主。嗱呢台這台就是我們的E300立標豪華24款，23款都有嚇。嚟要睇咩車型大膽票喺公屏上邊，我俾你睇下，係咪啊？上人，廣東富豪。嗱，依家 E 級位一共有12台車，40幾萬、30幾萬、40幾萬、20幾萬、30幾萬、10萬幾。哦，呢台唔係 E300，呢台係19萬幾嚇。
我全場車源表發送俾大家睇。呢台幾多錢係咪啊？嗱，原版原漆透明車衣，19000公里，24年3月份。車點解我後台都係收唔到各位老細嘅一個留言嘅？咩問題啊？係咪我唔夠靚啊？唔識係咪啊？唔識嘅話點呢度？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得㗎啦，好唔好？呢台車原版原漆咁嘅車況，仲要帶透明車衣，你哋覺得幾錢先唔貴啊？幾錢先唔貴？嗱，依家嘅話呢，其實確實係你買台新車都係接近50萬左右，咁買二手車萬幾公里原版原漆幫你慳4-5萬蚊左右嘅。我哋車況有保證喎，仲送你1年2萬公里擦玻璃，識搓玻璃，擦車都識，嚟40個唔得。嗱，咁我知道你哋講話貴都正常嘅，咁我哋買二手，攞住對比下冇問題㗎。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我發資料俾你睇咯。係啊，二手車係一車一房一價，冇錯啦。咁你攞我哋嘅去對比，好唔好？我哋依家做到最低係1成首付，1成首付分3年、分5年都得，利率做咗3點幾出頭啊！留言5都唔算幾，係咪先？嚟呢邊，主播咁努力，銷售不給力，態度不好，已經傳到美國。有咁嘅回事？邊個銷售唔得？邊個銷售唔得？我將佢鏟上天花板，好唔好？鏟上天花板。攞咗車啊 ，BB， 唔係唔俾你睇啊，因為我哋依家嘅鎖匙咧變咗要面容識別，我未錄入。我了解主播啊，咁即係你哋唔了解我啦。咁我想問下直播間咁多位老細，你哋係咪第一次入嚟直播間嘅？如果第一次入嚟直播間，飄個1俾我睇下，睇下有幾多個唔了解我。我等間同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唔好？好唔好？呢邊除咗 E 級之外呢，仲有 A6。今日第一次，彬彬阿藍。交流就會多啲了解，其實我想了解10零萬嘅 MPV 有，但係10零萬嗰比較少，10幾20出頭嘅啱唔啱？啱唔啱？嚟呢邊嘅 A6有冇人要了解嘅？有要了。如果10零萬嘅 MPV 係比較少，係18、9萬就比較多啲嚇。嚟，你哋唔知道我哋在售咩車型嘅話，我哋120台現車喺度，點擊下方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得㗎啦，好唔好？嗱，冇人睇下一台咯喎，下一台。支持一下車喎，得唔得？得唔得？好 cute 嘅電車啊！唔得，翻順德，帕拉梅拉造型美，有它就有大長腿。來看一下有什麼車？保時捷依家嘅話就得卡宴同埋 Taycan 啊，兩款車型有喎。低調哥，不如咁樣啊！我哋好多車都係收緊車嘅路上，如果你想要嘅話，你留個言俾我，收翻嚟第一時間發資料俾你睇，好唔好？嗱，低調哥，你點個小風車啊，帕拉梅拉幾個字發送過嚟得㗎啦，好唔好？嚟留言俾我啦！百年啫，何為百年啫呢？咩叫百年啫啊？什麼意思？我拜年姐姐。你知唔知佢點解話我拜年姐姐啊？因為有一次我同阿 Lin 直播，跟住咧我將條車匙唔小心跌咗嚟車底，跟住我跪低，跟住喺度撩。現貨話俾我知 ，OK 冇問題。嗱，點樣可以有現貨話俾你知咧？你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得㗎啦。邊度揾你呢？唔好講話成個佛山咁大啊，係咪先？成個貴城都夠得我揾啦，成個海白路我都揾你唔到啦。喺裕豪我哋7間幾方嘅展廳我都揾你唔到啊！
所以你要留言俾我，有車我會喂。低調哥。嚟，各位老細嗱，點個小風車，要睇咩車？120台現車全部發俾大家睇下。咁啊嚟到呢度啦，咁必須要講下我哋廣東人至愛嘅凌志啦。廣東豪華品牌。廣東人嘅豪華品牌喺心目中係 No.1 嘅喎，揸得凌志人生如意喎。有冇黑色嘅200？有台白色嘅 BB。如果200嘅話，你揀超音速泰銀幾好啊？又襟身，又襟邋遢，又好睇。呢個咧超音速泰銀嘅 ES200 卓越版本，20款，2021年上牌，行駛咗咧係43,000公里。咁啊依家咧賣緊係1字頭，你哋估下幾多錢？嗱，睇下個內飾好正，睇下個內飾好真。豪華文上牌。哇，好新淨啊！呢個內飾真係保養得非常之好，一啲使用痕跡都冇。咁未改款之前嘅一個凌志咧，佢嗰個屏幕係冇得觸屏，唔帶 CarPlay 㗎嚇，同大家講清楚先。呢個冇。嗱，呢個冇，呢個就係大家稱嘅公路閃電嘅2.0，2.0自吸嘅。但係咧，我哋直播間咁多位老細唔使好似我哋啲牛馬咁樣要趕住翻公司打卡噶嘛，係咪先？你哋可以慢慢揸住，慢慢嘆佢噶嘛。嗱，呢台咧依家1字頭嚇賣緊咧係183,800，18,3800，得唔得？又吃又喝，183,800。直播間老友記呢台車0-8幾多秒有冇人知道？你哋知唔知呢台車啊？你哋話佢公路閃電啊，閃到咩情況呢？0-8加速幾多秒？有冇人知道嘅？有冇人知道嘅？呢部車了解0-8嘅嘛？你要買一台21款或者22款嘅黑色 ES 原版原漆更加。有人知道呢台車0-8加速去到幾多秒嘅？知道嘅話，過嚟我請你飲檸檬茶，什麼波滾？你睇下啦，呢個波棍得唔得？一碌棍喎，好粗嘅喎，好有手感嘅喎呢條嘢，呢個棍。嗱，呢個咧就係經典嘅一個鬼面罩閃電眼嘅，依家賣緊價錢係183,800。嗱，大家唔知道呢台車0-8加速幾多秒啊？睇住車啊，10幾啊？各種呢台車0-8加速幾秒啊？幾秒啫，好快喎！係幾多秒啊？公里數係咪啊？公里數嘅話，行駛咗係43,000公里保10標，但係你要知道喎，呢個凌志喎，呢個係豐田喎，所以嘅話你唔使在意佢公里數 ，BB 咁嘅公里數，你開10年8年冇任何問題。啊！呢台7秒3啊，呢台唔得，呢台要過10秒喎 ，BB， 所以嘅話比較慢啲。如果話你哋話，哎呀要快啲嘅，7秒3就呢台啦嚇。呢台300 ES300H 卓越版，即係佢個樣似，其實係兩台車。嗰台咧係純油2.0，呢台咧2.5仲要帶電機嘅喎。咩概念咧？就係咩概念？可以似劉亦菲，但係佢唔係真嘅劉亦菲。哦，即係嗰台似劉亦菲，呢台係真劉亦菲。即係呢樣可以似。係呢台咧就 ES300H 啦，呢台係黑色外觀加抽率中嘅內飾，公里數比較少啲，24年3月份上牌，行駛咗係26,000公里。咁呢台車依家20幾，你哋估下20幾？嚟自動擋嚟㗎，可以手自一體㗎吧？呢個得唔得？好似唔得。哦，呢個唔得。得嘅咩？可以手自一體，你都中意，你中意點樣揸都得。你中意係咁熬下佢又得嚇。咁啊呢一台咧就22款嘅卓越版本改款之後，佢嘅 mon 扣前啲嘅就可以觸屏帶 CarPlay 嘅。咁呢台依家賣緊286,800，28,680嚇。嚟感興趣嘅朋友 ，ES200、300都好，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點個關注支持一下得唔得？留言俾我嚇。從個尾開始睇啊！呢台咩啊？喂，我哋好少收啊！呢台車其實我都唔知呢隻係咩嚟嘅，大家知唔知啊？標狗。大家話即係琴日有人話呢隻咧係隻狗嚟嘅喎。
狗。係咪獵狗啊？係咪獵狗啊？定係獵喵啊？知唔知啊？嗱，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知唔知廣東人稱佢為乜嘢啊？啊，大家知道咧，佢係咩啊 ？Jagger 接炮，廣東人叫佢叫咩啊？啱先同大家講咗咯喎。隻寵物係過嚟唱歌俾蚊姐聽嘅，咁你對個咪喎，俾佢睇下唱唔識得唱歌。噏嘢啊！唔識喎，唔識喎，唔好意思喎。嗱，呢隻知道係乜嘢東西嘛？冇人知道啊，冇人知道啊。咁你知唔知呢個3個字係咩意思啊？由我哋嘅主管話呢個叫做洗髮露。洗髮露。時花露。嗱，呢台炮仔啊，我隻腳係乜嘢？應該係同一個咩啊？應該唔貓科動物。佢係貓科種。其實獵豹係貓科定犬科啊？梗係貓科啦。犬科吧？邊有豹係犬科嘅啫？唔知，我問下直播間個老細先。豹係犬科動物還是貓科動物？唔係，我記得係唔同嘅。邊係啫？真係喎。唔係嘅。咁問下直播間嘅老細先，你哋知唔知？嗱，呢台咧就我哋嘅廣東人稱之佢即假嘅一個捷豹 XFL， 咁佢對標嘅咧係56E，但係佢嘅價錢比56E仲要低，佢嘅價錢係對標34C， 而且配置比56E仲要高，高喺邊一度？打開俾你睇睇。虎科？虎科啊！點解好似有啲歪歪斜斜咁嘅講到？嗱，呢台車咧，佢全車都係真皮嚟嘅，56E都俾唔到大家噶嚇。而且嘅話，坐起身嘅舒服嘅感覺咧，真係非常之電水。佢嘅座位咧，嘅對標車型 C 級車型，依家賣嘅價錢咧係3係嘅價錢啊，226800可以攞走呢台XFL 226800就能帶走它哈。後邊傳奇啊 ，OK 啊，冇問題。要油嘅定係油電嘅？嗱，咩車要睇啊？仲有咩車要睇啊？唔係呢隻，琴日飛過嚟嗰隻，哦，嗰隻雀仔係咪啊？係啊，我哋琴日咧飛嚟咗一個新同事啊，飛咗個新同事過嚟啊！你哋想唔想睇下我哋新同事啊？陣間我哋上到100人咧，上100人，跟住上去睇下我哋嘅新同事。唔知大家識唔識咧？應該好多人都見過下嘅，啊，好多人都見過下嘅。嗱，不要離開直播間，上到100人，我寶寶肉係咩啊？嚟呢台要睇我哋嘅傳奇嘅朋友飄個1俾我睇下。即係如果話你哋話你係依家辦公廠啊，要需要接待客戶啊，或者公司需要接待啊，或者你家庭使用啊，呢台車都 OK，因為佢本身好霸氣，個前嘴啊，跟住7字形一個流水大燈，仲有我哋嘅雙邊電動門，座椅仲帶腿托啊，非常之高配置。2024年1月份上牌24000公里嘅車。10幾萬預算，10幾萬預算，依家賣緊192800大師嘅 400T 至尊版，呢個咧係國產阿爾法之稱喎，無論係外觀定係內飾都唔輸蝕過佢喎，但係佢只需要佢嘅1/5嘅價錢可以攞低啦，1/5啊！嗱，呢隻咧就係大師版本嘅，咁其實大師版本冇宗師咁好睇，講真嗰句，個前嘴嚇。呢個更加霸氣啲嚇，呢個咧就係宗師版本嘅 400T 至尊版嚇，咁啊貴翻幾千蚊啦。2023年9月份上牌26000公里嘅209,800 209,800，混合動力嘅要留言俾我，唔使喎，隔離就有一台喎，運動嘅。有喎，唔好意思喎，真係有喎，大師、宗師混合動力嘅都有。呢台係 E9 行，23年7月份上牌，5萬公里嘅車，同樣呢個係後璞子嘅顏色，同樣係鑽石切割大燈，但係中網就唔一樣，油電混合就唔一樣嚇，比較慳油啲嚇。嚟。
尊貴嘅紫色。紫羅蘭紫羅蘭啊！哎呦，好犀利啊！果然係你啊！我冇咩文化話佢姣婆子啊！206800啊，嚟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嚇，唔好離開直播間，點波關注下，等間嗰台係咪呢台啊？美得嘅小美，喂真係喎，小美真係開呢台先得。俾我啦，乜運嚟？用戶點呢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都得啊！你只要想要揾乜棟都得嚇。EMGGLE 53有蘋果樹嘅喎。係喎，蘋果樹嘅喎，你睇下佢個標係咁樣嘅喎，係喎，係連屏嘅，跟住嘅話底星啊、蜻蜓方向盤都係AMG 嘅統耳，仲有固定踏板，配置高，動力又好坐。嚟，感興趣我哋嘅一個 GLE 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咁當然啦，除咗有呢啲性能版嘅，咁啊，仲有我哋普通嘅350啦，同埋呢台450都係有車嘅 GLE。咁啊 ，GLE 呢台嘅內更加之高檔啲喎。剛剛接了個電話，錯過了。安安諾諾，你要看哪一台？你告訴我，再給你講一遍。再講。睇下新同事咯睇下新同事啊，要唔要睇啊？咁唔睇車就睇新同事咯喎。唔好離開直播間喎。有冇人想睇我哋嘅新同事先？想睇我飄個1。有5個人想睇嘅話，我帶大家上去睇下，好唔好？嚟。大隻嘅新同事喎。傳奇。睇下咯，行下咯，咁啊順便睇下我哋嘅 JJ 姐姐喺度做緊咩咯。我哋嘅新同事好多人中意嘅，好靚噶，真係喎。嚟10月啱啱咯 ，OK， 先睇完新同事先咯，好唔好？你哋咁好奇，等我哋。唔好離開直播間嚇，俾大家睇睇嚇，俾大家睇睇。嚟點個關注支持一下先，支持一下先，帶你哋翻我哋嘅私竇。我哋嘅竇私竇嚟進來直播間，未點關注點個關注下，同蚊姐一樣，人人中意係咪啊？即係深深你見過啦，係咪啊？係咪已經見過啦？新同事，睇下佢可唔可以代替到我同 JJ 啊，同埋 KK 就帶住佢開播。你話燒烤，你話燒烤，嗱，俾你睇下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嘅新同事啦。我啱啱幫佢起咗個名叫一索。叫咩啊？一索。一索。唔得咩？佢唔係一索咩？嗱，攞出嚟睇下先，睇下佢行唔行我手度。嗯。你睇你一索。嗱，哇！進來就出來。好，有一座上班。上班啦！新同事開工啦，同大家講聲恭喜發財。講啊！佢怕醜，佢唔係好識講，係啊，平時間講得好大聲嘅，招主播靚。嗱，其實咧，我帶大家睇咧，係想問下大家知唔知道呢？自己行過嚟應聘嘅喎，行到蚊姐辦公室門口，我哋先帶佢上辦公室嘅啫喎。得喎。係啊，知唔知呢個係乜嘢品種啊？各位老細，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傳奇E8有 E9啱唔啱啊？E9嚟放翻佢去先，佢好似啊。休息。休息下先啦，同事落班啦。同事走去。呢度，同事呢度先，屋企門口。得啦，翻去啦。鸚鵡係鸚鵡，但係邊個品種啊？你哋知唔知啊？同我哋做同事啊，你明唔明啊？想同我哋做同事啊？虎皮係真係虎皮啊？係真係虎皮。係虎皮啊！
應該係人哋送俾蚊姐，唔係啊，佢自己過嚟㗎，真係自己過嚟㗎，唔係開玩笑。依舊多少10幾萬啫喎，10幾萬就係金粵港香廚。嗱，而家馬上帶你去睇睇。我帶你哋去睇啦，因為啱先都有朋友話要睇嘅。鸚鵡中嘅雀仔，你話我幫佢起個名叫一索，好唔好聽啊？我打麻雀嗰陣時，咪有一個一索喺度咩？佢應該唔會走㗎吧？依舊嚟睇下。我哋嘅傳奇嘅商務車嘅票係1，我睇下先嚇。主播大長腿，再放鬆下又有得做。嗱，傳奇E9，咁咧油電混合嘅，呢台車行駛咗係5萬公里嘅，23年7月。為咗呢個20出頭嚇，206800，23款嘅 Mix 版本啊！呢台呢個係紫羅蘭嘅外觀顏色，唔係姣婆紫啦，我已經上咗個 level 啦，叫做紫羅蘭。5萬公里嘅保實標，23年7月份上牌，20萬206800，20萬6800。哎呀，開唔到，開唔到。大師嘅話咧係192800啊，買車不說價，生意做不大。一開始給大家報個價，192800，23000公里，24年1月份上牌，純油嘅，中網唔一樣，但係個燈基本都係一樣。400T 嘅至尊版，192800得不得？白色啊，白色係中斯喎。中斯差幾千蚊，差唔多好多，公里數都少嚇。中斯呢台我真係覺得會好睇好多，因為佢有呢個中網會更加大氣啲啊！我哋小區呢，經常見有一台黑色嘅傳奇開出嚟，你開喺街上面個感覺同埋喺展廳擺住嘅感覺唔同，真係好大氣好型。嗱，呢台白色呢，就係中斯嘅400T 至尊版，23年9月份上牌，26000公里嘅車，依家賣價係209800，同埋E9係20出頭，跟住有台嗰台大師就10幾萬，睇你中意邊款。依家3台喺展廳，留言俾我啦，安安安同埋嗰個金粵港。嗱，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得啦。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好唔好？嚟，又換咗衫，再短啲就好。其實依家夏天咁樣着出街大把人有啦，邊有好短啫？係咪先？唔短㗎，傻豬，唔好咁封建啦！邊個鄉下㗎你？依家22世紀啦 ，BB， 我12世紀啦。做咩啊？中做咩啊？睇下內飾，睇邊款嘅內飾啊？就睇邊台嘅內飾，我叫個銷售攞條車匙過嚟睇下啦，好唔好？邊台啊？多謝關注啊！因為我冇露面啊，冇露面用啊，快啲去啦！有咩獎勵？有咩獎勵？問下直播間嘅老細，買車揾佢。揾。有咩獎勵？唔好意思嚇，有咩獎勵？買車你要揾我。哦，揾佢好冇 ？OK，嗱，周揾佢買車得唔得？好唔好？同埋我哋嘅一個大廚，佢攞條車匙過嚟，嚟出吧，開定穿啊！揾我都得，可以。你睇下我哋直播間嘅老細就係大氣，話可以就可以，說可以就可以。嚟，又俾你睇下我哋呢個鎖匙嘅安保系統啦，好冇？嗱，俾你睇下啦，我都唔得，我都開佢唔到嘅。你睇下。M8係嘛？白色嘅嘛 ？M8白色係啊。揾靚女，好啊，冇問題啊，揾邊個都得嚇，記得留言俾我喎。嗱，周安安樂樂同埋金粵港，你哋睇 M8嘅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先。係
揾翻個對象，揾阿鐘買車。得嗱，黑色白色都俾大家睇睇啦。嗱，攞條車匙俾大家睇啦。嗱，點我關注先啦，各位老細，仲有咩車型要了解嘅，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嚇。多謝關注喎，關注咗主播嘅，你今年肯定發大財。快啲過嚟揾車車買一台你心儀嘅車唔翻去，好冇？嚟看一下，看一下有什麼車要了解。嗱，未點關注嘅一點我關注喎，歡迎各位老細入嚟直播間，呢邊係蚊姐聊車客，準備帶大家睇兩台車嘅內飾，睇下先。今年生意難做啊，係啊，各行各業都唔係好好做，但係嗱，睇下佢嘅高山流水嘅切割大燈，非常之靚哦。嗱。睇下前邊先，擋把咧做咗個水晶轉運珠俾你哋喎，日日摸下佢，即係一生意棒棒聲喎。嚟後排嘅話咧，電動座椅調節，雙邊電動門，跟住帶腿托嘅，仲有分段式嘅大天窗，加熱製冷嘅杯架都有。呢台先電動門，睇下隔離嗰台咯，應該都係一樣嘅。嚟，看一下這台。前邊有啲唔一樣咯，佢嗰個呢台車，中意就留言俾我啦。好似我收到咗你嘅留言啊，同埋我哋嘅黑色嘅內籠。跟住嘅話咧，佢嘅擋把咧就唔係水晶擋把嚟嘅嚇，唔係水晶擋把嚟，但係咧雙邊都係電動門座椅調節，跟住帶腿托嘅，都帶過渡。呢個好似有個吸頂電視喎，係咪啊？係咪啊？係咪啊？呢個係咪吸頂電視啊？哦，唔知係咪咧？分段式嘅天窗嚇，我都唔知係咪喎。好似呢台係冇，呢台係冇。嚟，中意我嘅點冇關注，欣賞我兩輛燈牌得唔得？嗱，一台大師，一台中師，一台 E9，睇你自己中意邊一台嚇。好好睇，真係好好睇佢隻燈，即係開出街啊，好大氣啊，真的很大氣。呢台車你哋話好似做生意啊，你開出去真係唔輸蝕嘅，唔輸蝕㗎。點我小風車留言俾我啦，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給我就行啦嚇。仲有乜嘢車要了解嘅，各位老細可以話俾我知喎，同大家再去介紹一下。等我放翻條車匙去先嚇。但係我唔知油耗高唔高？唔高㗎，佢先2.0啫嘛，高唔到去邊度㗎？高唔到去邊度㗎？咩價錢啊？呢部咩價錢啊？20萬6千8 ，20萬8千8啊！哦，10萬8千8啊！大師嗰台咧係19萬幾啊，19萬幾啊，19萬多，留言給我吧。嚟，俾點關注，點關注。大師同中師差幾千蚊嘅咋？兩台車差幾千蚊嘅咋？如果俾我揀，我必須要揀台中師嘅，因為個前嘴係好睇好多，而且公里數係差唔多2萬零公里嘅啫。差幾千蚊，19萬8千8同埋20萬6千8應該係冇錯嘅話，嚟幫我啊海，幫我。80啊！80啊！哎呦，幾貴下喎！不過你值。你值。咁咪記我各種嘅帳上邊啦。我出面收200㗎。嚟，謝謝你，多謝你喎，果然係你嚇。老客戶先生，你咁。難怪咁多客戶中意揾你買車啦，你咁好嘅。一條蛇服務。想了解車係咪啊？咁啊車你有想了解邊度啊？個頭定係個腳啊？定邊度啊？原版原漆啊！大透明車衣，大藍色車衣。嗱，仲有咩車要了解啊？各位老細，嗱呢邊嘅話咧，全部都係啲五系啊。有冇要了解五系嘅？一排咁多喎，胡絲3款、4款、5款，通通都有，成20台五系喺度。要了解邊一台，快啲話俾我知，同大家去介紹下。感謝 Only Long U 啊嘅關注啊，XFL 啊，XEL 啊，XEL 係咩啊？XFL 又有，XEL 係咩啊？我哋有台 XFL 喎，阿唐，我唔知係咩叫做
25係咩啊？25款嘅一個五係啊，25款嘅五係嘅話，我大概同你報個價錢啦。車衣仲要係後排有選配嘅。嗱，睇五係嘅話，我全部發俾你睇啦。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啊，個糖你係咪講嗰個 XFL 啊？啊，廣盛建材老闆，你等等我一陣先，我問下佢係咪呢台先。如果係嘅話，我就同佢介紹一下咯。呢台呢就係捷豹嘅 XFL， 咁佢對標都係56E嘅，但係佢二手車價錢嘅話呢係3係咁嘅價錢可以攞。2.0T 嘅226800 226800，精品車況係呢台係咪啊？咁你睇下咯，內飾係帶真皮嘅，呢個呢同埋賓利啊。係咪有同款顏色㗎？英倫綠啊，呢個英倫綠嘅外觀，中式嘅內飾，座位啊摸到啲地方全部都係帶。咁係喎，如果你話依家打算買三系嘅話呢，三系嘅價錢 C 級車型 ，C 級嘅車嘅動力嚇，同埋五系。M6有冇啊 ？M6嘅話冇，依家有 M8大師版本10幾萬嘅啫。留言俾我好唔好？嚟，阿唐點個小風車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嚇。嚟白紅一俾我廣盛老細，在直播間的話 Q 個1給我 ，Q 個1給我看一下。啊，在的話好，來這邊。M8啱唔啱啊 ？M6就冇咯喎，暫時冇有收到啊。MACYYDS 邊台啊？嗰台？哦，我等間帶你睇下。啊，係 XFL 冇錯啦 ，XEL 我哋冇啊，我哋冇啊，冇 XEL 啊。白紅。寶馬3係必須有啦，我哋買 BBA 係專業噶嘛，傻豬豬。你睇你要幾多年款嘅嚇，話俾我知。買車送美女吧，你送老婆又得，送情人都得，啊送阿媽又得，你愛送俾邊個送俾邊個嚇，冇問題嘅。22款嘅530 Li 領先豪華，22年嘅2月份上牌，42000公里保實標，擺歪紅呢，啊白外紅內，你睇下個內飾啦，好新嘅火山紅嘅內籠，睇。呢個呢就係豪華版本，咁佢配置高啲，高喺邊度呢？佢比領先版本會多一個哈曼卡頓嘅音響嚇。呢台嘅話係紅色內籠啊，啱唔啱啊？啱唔啱你嘅心水啊？廣盛老細，呢台車依家賣緊係30萬8 30萬8就能帶走它，得不得？白色、黑色都有，點個小風車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我哋有20台車喺度，廣盛老細。30啊20台嘅一個資料俾你睇。咁啊睇完之後，你覺得邊台啱啦，你再過嚟揾我試車都得嚇。OK， 好嘛？嘥睇咯喎！你講嗰台係咩車係嘛？你過嚟睇啊！好過癮嘅呢台車，好過癮嘅。我真係想問下大家係咩車？呢台係咩車啊 ？GT， 呢個英文點講啊 ？Black 咩啊 ？Series 係咪啊 ？Service 嗱呢台 GT， 嚟跟住呢台咧，AMG 呢度有個麥當勞嘅，跟住有個雪糕嘅。個麥當勞喺邊度？唔知，跟住仲有碳纖尾翼，假嘅。假嘅。跟住呢度，呢個叫咩啊？呢個叫咩？咩啊？巴博士啊？巴博士？巴博士。跟住呢度 V8 Formity 都有嘅喎。咁你哋估唔估到呢台係咩車啊？
咁多標誌，咁多標籤，你哋估唔估到呢台咩車先？知唔知先？係啊，廣盛女才30.8萬啊！留言俾我下記得，知唔知？我唔知啦。你唔知啊？咁我話俾你知咯。呢台嘅話咧係 L 路嘅豪爺版本22款嘅，公里數都好少。係啊，師仔啊，但係佢整到花料好騷，你唔〜白色嘅膜，其實呢個膜有啲塑料感，純白塑料，唔係有啲塑料感啊，唔係好好睇。其實磨砂嘅，嗱俾你睇下嚇，旁邊有鋁銷罐，係啊，你又俾你睇到咗。跟住雙屏嘅內籠、蜻蜓方向盤、新款嘅豎屏嚇，呢個咧豪爺版本佢配置會高啲咯，帶柏林之聲音響、電動座椅調節都有嚇。如果你話預算20出頭嘅呢台啱啦，22萬多啲嘅價錢可以攞低嚇。咁啊空間又夠大，配置又夠高，而且嘅話幫你黐睇下啦原車咩色？睇下啦，白色，但係呢個白明顯原車嘅白色好睇好多。好塑料啊！你唔覺咩？好睇嘛？你覺？